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們好！來到2026年，我們有新節目喎，就是上帆由你選。首集我們選擇了26格撇由天恩村出發去葵芳村。至於第二集是什麼路線，就靠大家在留言區建議了。獲得最多 like 的路線，將成為下一集上帆由你選的路線。請大家多多支持。我們將時間軸回到2014年，天水圍發生一次巴士路線大地震，受影響路線包括6格 M、264 M、265 M、265P 及26格 M。大地震過後，形成天下三分局面。6格 M 主要服務天水圍西南區，總站由天瑞延長至天水圍市中心。265 M 主要服務天水圍西北區，縮短行車路線，天華路後直出大欖。26格 M 主要服務天水圍東北區，總站改為天恩村，並開辦新路線26格 A 於上帆時間，由天秀路單向開往葵涌、葵芳村及26格 P 於下午繁忙時間，由葵涌、葵芳村單向開往天恒村，以支援26格 MD 服務。而264 M 及265 P 亦會停辦。26格 P 於2014年11月29日投入服務，最初於星期一至五下午6點至下午7點，由葵涌、葵芳村單向開往天恒村，共有4班車。2021年天水圍總站遷往濕地公園路。2022年增至7班車，並延長服務時間至下午5點40分至下午7點20分。2025年8月25日，26格 P 成功侵佔原本屬於26格 AD 服務，取代其全部7個班次，於星期一至五6點40分至8點15分提供服務，來回程改以天恩村為總站。2026年1月19日起，配合九巴區域性短途分段收費，新增由天恩村往景湖居的電子支付短途分段收費，乘客記得在下車後於車站的感應器再拍卡，就可以回贈多出資車費了。請大家善加利用啦。好吧，我們準備上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
26P 只需53分鐘就到達葵芳村啦，逼輕鐵港鐵由頌富站到葵芳站都要56分鐘，車費就更昂貴了。難怪今天7點15分的班次會高朋滿座啦。26P 的確方便天水圍來往荃灣葵涌上班族的需要。今集就到此為止了。至於下集是什麼路線呢？就靠大家的建議同 big like， 有你們的參與，下集一定會更加好睇的。多謝你們的收看。